内底寮排水是台南市区主要排水系统之一，流经安南区甲安定区。每一摆拄着风台也是落大雨，就会淹水。为着解决问题，市府水利局将中下区道分为6个治理工程表，加速整体改善时程。最近因应船期的来到，今仔日上午，台南市长黄伟綽来到安定区内底寮排水治理工程视察，并听取台南市水利局简报。好，一直从我们的这个无名桥，一直到我们的下游哈，到那个我们的盐水系排水，整个整治的长度大概已经有到5.7公里长度了哈。那目前呢，我想我们各分标工程在如火如荼的进行，包含的我们的沙仑桥跟和顺北桥段哈。那目前也洽请公务局在办理整个桥梁的改善。那工程我想那个桥梁改善完成之后，大概也增加河道通洪断面，大概也会增加到达4倍了哈。水利局表示，目前治水工程进度超前，已经发包的4批工程，预计伫114年会当完工。市长黄伟綽肯定施工单位，定勉励爱持续努力，爱如期如期的完工。刚好几个工程工程进度都有超前，这是很少见到。以前都看到工程进度落后，现在都超前。有超前1%的，超前0.几%的，但是都希望能够如期如实完工啊。那也谢谢我们施工单位，感谢李长呢，李长，甲咱监工，甲咱监工吼，工程让顺利啊，早日完成，早日发挥功能。就早日保护咱的百姓。水利局进一步表示，发包的6批工程当中，其中3批将伫咧113年前期进行陆续完工，后续搁加上工务局桥梁改建工程，将有效增进内底寮排水集水区的防洪强度。此外，也保持抽水机伫上游地区，避免淹水的情形发生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